南农体区清水里嘅紫云宫，系 QT 名咸水宫总条嘅信用中心。伊系一间两楼嘅大庙，主要服侍观世音菩萨。除了拜观世音菩萨以外，紫云宫上后嘅白宫，也系本庄嘅信用中心。今日拄好遇到咸水宫嘅满年符。满年符是客家中重要嘅节日，通常会伫年尾期盼本庄民晚宴，搭车神明几年嘅保佑。今日同时嘛是庙方六敬神安错嘅大事，庙方同安错大典，还有满年符嘅记忆安排在同一日期盼。紫云宫啊，已经也30多年无增修的啦，所以刚刚来紫云宫增修起来，我刚才来到菩萨同那个众神明的金神啊，该立起来，我金冠金衣嗰个全部该稳固，大家也关热心，出钱出力刚刚来紫云宫重新整理起来。当日来庙方天数嘅居民，间做灯排成上、中、下3家摊位。摊位前摆有在蔬果品，接下来就有欣赏同大众民祭拜、完成结摊嘅仪式。天机先发蔬果，相祝成就之意，让得天寿，福气终身生活，红莲帕陀。白银团演奏嘅五球钟，总名失踪多弹前，吉时一到，提醒上嘅推梁大厦开始进行拜天公嘅仪式。剩下嘅白银团嘛，配合仪式演奏跳诗。云呢吐气咧，就完成拜天公的仪式。稍後來，大家會揀祭壇同主用轉向北宮，來向北宮行上獻禮。正惡雜結故三通。明見3點，照太陽。二十對結局明見，照太陽，照上陽。連3年後開始。這是咋作就風塵行出現哩。這個時期通常會用洋蔥嘅方式來推兩組記者行禮，白銀團嘛會配合儀式演奏。遇到分獻禮嘅歌場，馬會開放眾民共下祭拜。最尾田農業嘅大團圓曲嘅演奏以後，完成咸水宮嘅滿年符。